Cheers！愛情喺你而家生命入邊係排第幾位咧？我覺得愛情喺我生命入邊而家應該排第3啦，排第1係屋企，第2就係事業咯。因為屋企對我嚟講一路都係最重要嘅嘢嚟嘅，事業就係我覺得點都要有自己嘅基礎先咯。即係其實我以前排愛情係好頭嘅，即係尤其中學嗰啲係啊。咁但係人大咗，即係再出嚟做嘢啊等等，就會覺得其實事業仲更加重要咯。女性係要自強係嘛？都可以咁講嘅，即係我覺得點樣都要有兩個人各自嘅獨立嘅世界，即係唔可以兩個世界完全係 overlap 咗。愛情同家庭個差距，你覺得係喺邊度？即係去到咩地步先係咪結咗婚先會成為你嘅屋企，定係點樣定義呢個位咧？我覺得結婚一定係嘅，即係結婚就係兩個人組成家庭嘅開始。我覺得而家又唔係，即係呢個世代唔係個個人都會結婚咯。我覺得真係認定咗佢就係，即係你同佢一齊，你會有家嘅感覺咯。我覺得咁樣就算係。